为了方便集中管理，目前位伫东方地下道列管的家友有28位。市府消局因应这波冷气团南下，甲自然基金会社工提前启动低温关怀，除了一一发送烧茶饮料，针对靠健康顾虑的家友，买替因量血压。以人道关怀，嘛是市民一份子的心情，希望因会当度过寒流的威胁。那就是制赠一些御寒的衣物，包括睡袋啊、暖暖包，还有毛衣，还有外套，还有毛帽跟御寒的袜子，然后还有一些干粮的部分，八宝粥，让他们能够抵过这个寒冬的部分。其实，除了政府关心，消局表示，真侪民间团体嘛会发挥爱心，送保暖的物资甲烧的食食。当年疫情期间，家友组织伫半封闭型的地下道，为了加强防疫，唔通成为破口。消局嘛指派3位家友轮值，叫做防疫班长，来替出入的人量体温、喷酒精，严格遵守生命制。那我们就是还是设置了有防疫班长的部分。出入口里面都有做10连制，然后进来这地下道的部分必须要量体温。那如果异状的话，那防疫班长会启动机制，然后通报给我们社会局跟我们的外展单位做后续的关怀跟处理。家己政府立场嘛是积极可肯因会当住伫家友中心，只是家友也是介意自由，无希望被约束，所以暂时伫地下道安置嘛真无奈。电视新闻，郭文吉、何乔邦采访报道。